我哋每一世嚟轉世嘅目標都係為咗學識點樣創造，為了知道你創造你的世界，為了明白你世界的一切都是你創造出來的。你不明白的話，下一生再回來，下一生再回來。當我跟你遇上的現在2025年的這個時間，可能你已經轉世了。2025年，我剛才說2024年，可能你已經轉生了100次了，你都不知道你是多老的靈魂呀！你已經在過去學習了很多很多的啦。啊，有同學又跟我說：“哎呀，為什麼我跟你學習了幾年，還沒創造到我要的東西？哎呀，天哪！如果你在這一生成功的話，你已經勝任你過去100世了，100生了，你已經學習明白了，你這一生成功的話，已經是超成功了。因為你想一想哦，過去可能如果轉世100生，每一生50年，已經多少年了？5000年了。你現在幾個月就說我們沒創造成功，那怎麼行？如果你在這一生裏面成功，已經勝任你過去5000年了。所有你要嘅嘢，無論係過去咁多世加埋，同埋呢一世加埋嘅所有你要嘅嘢啊，全部你嘅靈魂嘅自己，呢個巨大嘅自己，無論換幾多身體，都係呢個你，已經變成咗你要嘅所有一切嘅累積版，已經成為咗，已經得到咗。你諗下呢個累積咁多世，再加埋今世所有渴望，都已經成為咗個 collective 嘅你自己啊！佢散發住乜嘢？純真嘅咩？快樂、幸福、滿足、感恩、愛、喜悅。然後依家問題就係你睇唔睇到你已經擁有呢啲嘢？大家有冇諗過你嘅五官啊？睇乜嘢？聽到乜嘢？聞到乜嘢？食到乜嘢？摸到乜嘢？全部都係翻譯緊頻率嚟㗎。而全部都係，無論係個影像打入你嘅眼角膜，然後連接你嘅大腦，然後你個腦嘅神經話俾你知，你依家聽到啲乜嘢，睇到啲乜嘢，摸到啲乜嘢，全部都係我嘅大腦話俾我知，我體驗緊啲乜嘢，即係我自己話俾我知，我體驗緊啲乜嘢，冇人控制緊，只有我自己。所以首先我哋了解第一點就係，嘿，我嘅全我已經係我 collectively 擁有嘅所有一切，我依家。如果見到冇錢嘅話，如果見到唔自由嘅話，我感覺焦慮、疲乏、恐懼添，仲有好嬲，冇自由。所以我見唔到全我已經有俾咗我嘅錢。我而家如果要見到全我俾我嘅錢呢，我要同佢一樣散發嗰啲嘅滿足感，散發嗰啲嘅富有感，散發嗰啲嘅開心感。我2020年設計嘅主打課程呢，就係針對我啱啱講嘅所有概念。但係因為我講完呢，大家你要自己開車咯。我教咗你，我用口頭教咗你點開車，你依家自己嚟咯。你點搞呢？吓，好吧，好吧，日日感恩感恩，但係冇人可以24小時感恩喜悅充滿愛嘅，係咪？冇可能先，冇可能，冇可能，唔好咁高要求。但係你無啦啦跌出去咁點算呢？或者你知唔知自己有冇對齊呢？你點知道你幾快會發生你要嘅純真渴望？你幾快會得到呢？25節嘅主打課程就係一個行駛指南，你行到邊一步，你會睇到你自己喺邊一步，你就撳嗰個掣，聽嗰一章節，淨係聽嗰個章節嘅重複，聽嗰個章節，你會翻去嗰個位置。誒，跌咗出去，撳關機重啟嗰一節。誒，依家覺得唔掂喎，覺得我過去幾日都好負面喎，撳第一步答案模式，然後裡面有靜坐，裡面有指南，仲有咧第三部分咧係我極速創造所有嘅嘢咧，其中有一部分個幾鐘頭講咗我點樣創造嗰7份工作。琴日有位博士嘅學生，終於想創造佢要5倍工資嘅工作，5倍。跟住咧，聽完呢個 session 話俾我知，佢而家充滿激動，佢會成功創造到出嚟。
因為我講俾你知，分析我點樣搞嘅，我每一步點做，等你可以跟住做。啱啱石玉想補充嘅就係咧，因為石玉覺得有更加需要同學需要輔助，所以佢哋揀咗我當時教嘅法術學校。法術學校咧，我曾經係每個禮拜教學，嗰陣時未生嘅時候啦，每個禮拜教學，每個課堂有2個小時，總共3個月12堂，24小時，當係一個禮包送俾主打課程，依家參加主打課程嘅同學嘅。那我也解釋一下為什麼我會說這麼重要的課程的內容，是因為主打課程25個章節，可能我當時用了7個月來製造出來，我沒有可能在哪一科都現在都沒有可能，我做多少公益課都不能夠重複創造20幾個小時的內容出來。就是我自己已經，首先我都忘了很多的詳細的細節。第二，我做多少公益課可以說20幾個小時的內容，所以我覺得我自己的課程是把我最珍貴的東西放進去。還有我的寶寶將會1歲啦。我嘅寶寶天倫將會1歲生日咧，我會嚟一個前所未有嘅大推廣，你將會有前所未有嘅機會，有一個折扣可以得到呢個課程。而我點解咁着重講，係因為我冇可能就算做幾多公益課，冇可能重複到我主打課程嗰20幾節、20幾個小時嗰啲內容，再加24個小時嘅法術學校嘅內容。呢啲我係無論做公益課做幾多次都唔會重複到出嚟嘅。